歡迎收睇《黃金獵殺線》，帶你直擊金市最血腥嘅獵殺過程。各位朋友，喺開始今日話題之前，請大家先喺腦海想象一個好荒謬嘅畫面：你國家有一大批保命符級別嘅實體黃金，被鎖死喺紐約聯儲局地下金庫。而家全球局勢亂到一鑊粥，地緣政治風險爆燈。你想將呢筆國家核心財富攞返屋企，但發現呢條路極之難行。如果你揀傳統物理搬運，你要俾天價武裝押運費同保險費。如果你直接叫白宮還錢，好容易被解讀成政治不信任，甚至引發史無前例嘅外交海嘯。換作係你會點樣喺唔驚動對方嘅情況下，神不知鬼覺咁將啲金搬返嚟？今日我要拆解法國央行喺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之間完成咗一場金融教科書級嘅神級魔術。佢哋連一嘅實金裝都冇搬過，就將129噸黃金合法變返做本土資產，仲憑空賺咗差唔多150億美元。呢種玩法喺金融圈有個專有名詞，叫異地賣出，本地買進。到底法國係點樣做到企喺度買返自己啲金，仲要收埋美金落袋？點解德國而家急到好似熱鍋上嘅螞蟻，但又唔敢學法國？今日我哋就扒開呢場大國博弈嘅外衣，帶大家睇清呢場表面係技術升級，實質係主權資產大轉移嘅頂級獵殺局。喺入正題之前，我想回應返上一集一位朋友嘅留言。佢話買黃金千祈唔好開槓桿，持有長線實金遠比你每日估聽日、下個月甚至年底點走位更加實際。呢句我絕對俾個大 like。睇完法國央行呢波操作，你會發現連國家級大莊家都喺度搶實金。當主權資本都喺度重新確認黃金價值嗰陣，普通投資者如果仲係將黃金當做數字漲跌嘅交易標的，咁你睇嘢嘅層次就真係低咗少少。呢個故事要由點解法國啲金會喺紐約講起。簡單講就係戰爭。二戰時期，歐洲局勢動盪，各國為咗保住核心財富，紛紛將黃金運去美國避難。紐約聯儲局就咁變咗全球最大嘅黃金託管中心。去到冷戰初期，呢種託管模式因為安全方便而延續，但到60年代，法國總統戴高樂係一個極硬氣嘅領導人。佢覺得美國利用美元霸權享有特權，變相稀釋大家嘅財富，所以當時法國直接採取強硬手段搬返大部分黃金。不過即便如此，當時仲係有129噸黃金，大約5%儲備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，繼續留喺紐約。點解當年唔搬埋呢129噸？答案係一個藏咗幾十年嘅技術 bug。呢批金條係上世紀20年代末至50年代嘅產物，喺現代金融市場屬於非標準金條。而家市場認嘅係 LBMA 標準，即係倫敦金銀市場協會。佢哋對交割金條嘅純度、重量甚至數源編碼都有極嚴格要求。法國呢批舊金如果要喺現代市場流通或者抵押，程序極之麻煩，仲要重新熔煉認證，成本高之餘流動性亦差。法國央行就係利用呢個技術瑕疵，到一個無懈可擊嘅借口，同美國講：我哋唔係要撤資，我哋只係想將啲黃金儲備做一個現代化升級。真正犀利嘅操作嚟啦！2025年下半年，全球地緣政治升溫，金價衝上歷史高位。法國央行嘅精英操盤手睇準呢個罕見窗口，佢哋冇傻到派飛機去紐約搬金，而係行一條更高級嘅金融路線。佢哋將紐約嗰129噸舊金，透過26筆極之保密、節奏精密嘅市場交易，喺紐約市場分批賣出套現。佢哋係喺金價接近歷史最高位嘅時候，將舊規格資產變做高流動性嘅美元現金。等到美金到手，法國央行又喺歐洲市場等金價出現技術性回調，反手一擊買入129噸，完全符合 LBMA 標準嘅全新金條，直接移入巴黎地下深處嘅絕密金庫。成個過程冇一個金真正跨過大西洋，但法國就完美咁將資產攞返屋企，仲順便做咗次漂亮嘅高賣低買。呢單嘢最驚人嘅係利潤逆轉。法國央行2024年原本蝕緊7億歐元，
但做完呢場黃金換倉，2025年順利直接跳升到81億歐元。根據官方財報，呢次換倉帶嚟嘅特殊收益接近128億歐元，折合反差唔多係150億美金。點解賺咁多？因為呢批金原始成本極低，係幾十年前買落嘅老本，喺2025年高位套現，價差係實打實嘅收益。呢筆錢不但解決咗虧損，仲增強咗國家資本緩衝，幫未來金融風險起咗道極厚嘅防禦牆。但如果你以為呢一切真係純粹技術升級，咁就太天真。法國央行對外一定話呢個係優化流動性，冇政治動機。但大家心照，2022年西方凍結俄羅斯央行儲備，震醒咗全球央行。資產放喺人哋個體系，始終唔係100%安全。法國最聰明係唔學當年戴高樂咁硬碰硬，而係用市場交易包裝咗一次地緣金融撤退。我只係合法買賣商品，但資產主權就悄悄反咗嚟。相比之下，德國就最難受。德國而家仲有超過1000噸黃金喺紐約，佔儲備差唔多7%。德國內部嘈到拆天，尤其喺美歐關係緊張、關稅威脅大增嘅背景下，越嚟越多人質疑：點解我哋仲要將戰略保命錢放喺人哋個保險箱？但德國唔敢學法國，因為佢哋對美國經貿依賴太深，怕一旦攞金會觸怒華盛頓，換嚟報復性關稅。法國有能力優雅咁攞返資產，但德國而家仲困喺一段唔敢提分手嘅關係入面。總結嚟睇，法國呢場操作宣告咗紐約作為全球金庫嘅地位已經動搖。大家開始諗，真正安全到底係放喺人哋度，定係放喺自己屋企？當黃金被重新定義為主權保命資產，佢嘅價值重估就遠未結束。法國只係用5%嘅黃金就做出100億美金示範，未來其他國家好大機會照抄。呢個示範效應好強，當主權國家開始將黃金由數位化託管轉返做物理化持有，呢種對實體資產嘅渴求會成為金價長線最強嘅支撐。喺呢個充滿制裁同權力撕裂嘅時代，邊個可以將核心資產緊緊握喺手，邊個先有資格談未來。法國今次唔係單純搬黃金，而係頂級玩家對下一個金融時代嘅提前卡位。呢個可能只係全球主權財富大轉移嘅開場白。以上內容只代表我個人觀察，唔構成投資建議。金融市場風高浪急，尤其喺宏觀地緣與貨幣政策交錯嘅時期，做決定一定要獨立思考。記住，保住本金先係第一鐵律。只要本金仲喺度，你永遠都有下一次翻盤機會。你覺得黃金呢波洗牌會唔會將金價推向新高？歡迎喺留言區寫低你嘅判斷。中意呢支片嘅，幫我按個讚，分享出去，訂閱黃金獵殺線，開啟小鈴鐺。我係黃金獵殺線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